5月16號8:53，我而家同大家分享緊一個我啱啱做緊嘅比較上係有趣味嘅程式。呢一個係恒生指數股星期五收市嘅時候咧，有啲若干隻穿底股啊。咁你睇翻我前兩條片咧，嗰啲穿底股都有好回報俾你噶，包括國藥啦，包括銀河娛樂嗰啲，我記憶當中啊，你去睇翻前，即係唔係上一條係前一條啊，講嗰啲穿底。穿底嘅意思即係穿咗保利加下線。咁呢個比較上係90幾行 data 啊，同埋咧，如果我可以 program 到佢隔5分鐘同我做一次啊，咁樣，咁而家就見到啊，又穿底出現啦，9992、999去到241啊、101啊嗰啲又有穿底嘅。咁佢一路幫我喺呢度睇呢一行啊，穿底啦，175穿底，241穿底。咁如果我可以做到穿底，俾少少信號我啊，或者將佢製作成一個手機 app 啊咁咧，咁我覺得都幾有趣味嘅。特別係如果我呢度雖然係寫咗恒生指數股啫，我呢度俾呢個 list 啊，恒生指數股，等我 set 翻啲 font size，用呢個 decrease content font size。咁又去翻下邊呢度，將佢拱翻個啲，咁等大家都可以睇得清楚啲啦。咁嘅時候咧就係，呢度又俾我搞過咗個 font size。咁我而家搞翻細個 font 啊，用 decrease code font size，佢叫 content font size。我呢度咧就雖然係寫咗呢個恒生指數嗰90隻股咧，我可以改成係我經常關注嗰40-50隻股咁樣啊。咁就喺呢度由得佢自己幫我係咁睇啦。睇到有事嘅時候咧，就俾個信號我啊，或者俾個 message 我啊，咁樣咧，即係可以做呢啲比較自動化啲嘅，唔使自己去睇，唔使自己去睇股啊，或者交俾個助手，你見到叮一聲你就幫我睇睇有冇錢，幫我做乜嘢咁樣啊，即係可以咁樣樣啊。嗰個程式就好容易寫嘅，即係好似上一次我講啲保力加上下線點樣自動可以產生咁咧，即係嗱呢一個 stock list 就係恒生指數嗰幾十隻啦。咁呢個 list 點樣做法我都介紹過㗎啦，去呢個阿斯特克嘅網站嗰度咧，睇恒指股嗰度喺嗰個 Excel 嗰度製作出嚟。咁就計呢個20天平均線啊，計呢個幾多個 standard deviation 啊，上下兩個啊，20天平均線啊呢度啊，咁就做咗㗎啦。先 download 一個隨意嘅 number 落咗嚟之後，我要40日，然後咧就將呢個2800咧個 content 清走咗佢，就用呢一個啦。做晒呢啲 moving average 上線下線股名咁樣，股價名咪攞嚟 print out 用嘅，或者攞嚟我擺喺度。譬如我想串流，我擺喺個長者收股息，或者擺喺嗰個數學測股嗰度，有得佢串流呢啲，做好啲 font 做好啲嗰啲字體嘅大細啊，容易睇啲啊，咁嗰啲要再 program 下先得。咁然後做一個 data frame 出嚟，個 data frame 就係好似呢啲咁樣啦，係嘛？即係有 stock 嘅名稱啊，你又可以睇下佢係冇穿底啊，係嘛？又睇下佢呢個叫咩？呢個最後呢一個 high low 呢個係 further exploration 啊。high low 咧就係上線減下線除 close 即係最近嗰個位啊，最近嗰個位。我或者可以將呢一個，如果要係即時嘅程式咧，我就將個 close 呢個字咧就改為最新㗎嘛，most recent 都得㗎。將呢個慢慢講，即係慢慢再 improve 佢。咁啊.2咧唔係等於乘點2嘅。有個朋友話：哇，你乘咗點2，個個都乘，呢個唔係嘅。呢個係一個 F 嘅 function。F 嘅 function 裏邊咧，點2即係兩個位，定點數之後兩個位。如果係 percent 咧，就係乘100，乘100即係將佢表達成一個 percent。F 就咁。咁所以你見到啲 print out 咧，就係 73.05 啊，51.48.82啊，咁佢不停喺度幫你讀㗎。即係如果我係可以定期咁樣 fit 啲數據入去呢一個 DF 呢度咧，咁佢就會不停咁喺度幫我睇到㗎啦。我就唔使嘥精神啦，啫嚇。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所謂 automation 嘅其中一個我啱啱起步做緊呢一樣嘢。咁佢點樣 print 出嚟嘅咧？呢個就係咁樣好容易嘅啫。
喺個 DF 嘅每一個行呢個叫 iteros 啊，即係呢個係要 import 啲嘢入嚟嘅 ，import 個 sys 啊，import 個 time 啊咁樣，即係要做呢啲嘢嘅。咁咧就我要 print 個 date 出嚟啦，做一個好嘅格式啦，然後要 stock name 我叫佢就係 ticker 啦，咁啊 ticker string 成個飛出嚟嘅咧就係 ticker 嗰個 column 啦。一個嘅啫，一隻嘅啫，逐隻睇，咁咧然後就 close 啦 ，close 我可以用呢個字可以用個 most recent 都得嘅，即係最新價都得嘅。咁啊.2咧就係定點數後兩個位，咁啊另外咧就係個 signal 嗰一個 column 穿底啊，定係冇事啊，冇事就0，穿底咧就係有個字，穿頂破頂就係有個破頂兩個字，咁星期5咧就冇破頂，得穿底啊。得穿底，咪穿底睇啲股穿底有啲咩機遇先？2057、2618、9633同埋9961，咪先睇呢啲。呢兩隻我知啊，呢兩隻冇事啊，呢兩隻啊，即係唔使驚嘅，即係101係除淨跌突，恒隆地產除淨跌突冇嘢嘅，即係所有股都跌嘅，全個亞洲、全個歐洲嗰啲股都跌嘅，冇乜特別嘅。佢跌咗都可以投啦，呢隻股啊，除淨跌突跌咗幾日，咁啊好股嚟嘅，即係唔係話好標青，但係可以買嚟技術就可以買佢。241咧就阿里健康咧就派息都要跌嘅，同啲京東健康一齊都跌嘅。咁啊呢隻股咧就係我睇咧佢派息嘅原因咧就係落翻去阿里巴巴嗰度，阿里巴巴係最大股東嚟嘅，佢即係嗰啲聯營及合營公司嗰度多翻啲錢入去。阿里巴巴係需要錢去發展 AI 嘅，所以我覺得佢未來呢幾年都會派息嘅，我就幾好。我琴日加咗，星期5我加咗啲倉，咁我 check 過佢盤數咧，佢有幾百億股本日價喺度啊，足夠派幾年。我諗佢都係好想將嗰啲日價派翻晒出嚟，又有一好大部分去翻呢個阿里巴巴嗰個荷包裏邊，咁佢咧就攞去嚟發展 AI 嘅，所以我見到佢跌咧，我都好樂意去好樂意去加佢買佢，因為個股息我嘅推測咧就係有需要性嘅佢係想將嗰啲錢釋放翻出嚟，去翻呢個阿里嗰個荷包嗰度。咁然後就241之後就到呢個2057係咩嚟㗎？我冇喎呢隻股。中通快遞之前升破頂㗎，喺呢度之前穿頂㗎，升過穿頂㗎。我而家跌翻，我暫時未知道有咩原因跌。一個月嘅低位，中通快遞冇啊，睇唔到咩負面嘅消息，亦都冇數字出。啲同業都係跌多啦，我諗同業升得較多就係啲圓通、嘉宏物流啲大隻嗰啲都跌嘅。順豐、同城、京東物流咁就唔使驚喎，咁多股一齊跌即係啲錢流走嘅原因比較明顯啲喎。佢嘅基本因素同升穿頂嗰陣時都差不多，冇乜改變喎。行業升跌呢度睇唔到有啲乜嘢喎。行業2015年行業咧就係負0.29，係整個大間嗰啲跌啊，即係順豐、京東。同埋呢個中通咁又唔使驚喎，即係你有錢可以買下呢啲要細注頭啊，呢啲帆穿底你買佢睇10日咁樣啊，暫時都幾好喎，即係冇乜大風險，就唔係話必須要做，但係數學上咧過往都俾到利潤你嘅，即係叫做2057、2618、2057就係中通，輪到2618我又冇嘅呢隻。2618又係京東物流啊，所有物流業都跌咁就幾好啊，即係唔怕喎咁樣即係唔通大家一齊咁衰？唔係嘅，啲錢移去第度就差唔多，然後就到9633農夫山泉，維他奶就升喎，農夫山泉就跌喎，農夫山泉睇下啲同業嗰啲維他奶啊嗰啲就飲料股。清水股咧就唔得啦，有幾隻嘅咧，蜜雪亦都係差不多跌咁多。農夫山泉睇下有咩嘢，冇乜特別嘢喎呢個我跌下都幾好，因為呢個上升嘅時候有個裂口啊，而家補緊呢個裂口，可以投下喎呢啲，投咗去睇14日咧又佢會回復翻去呢個2條紅線之內嘅。
唔使咁擔心嘅喎，即係呢啲股恒生指數股，我唔係亂執一隻穿底股喎，呢啲恒生指數股嚟嘅，由9961話呢一期啲穿底股都幾好喎，唔係好差啫喎，9961攜程之前咪話好好嘅放假啦旅行啦咪好好嘅，咁不過呢隻股咧就52周係一隻跌股嚟嘅，即係農夫山泉係升股嚟嘅。哇！呢度有一個裂口，呢隻唔多好啦，攜程3年都有得升，5年都有得升，但今次好曖昧會跌到喺低位嗰度，即係咁講下，即係我預測唔到未來啊！如果佢唔跌到呢一個位咧，喺呢度會收復翻咧，咁又幾好啊！即係我寧願睇呢個恒隆、阿里健康、農夫山泉、中通快遞，即係中通物流同埋呢個京東物流呢幾隻都穿底啊，就唔好搞呢隻攜程住啦，即係攜程風險啲啦嚇，即係如果佢係跌低過呢個會再跌啲，美國股市都跌㗎。好啦，呢一 part 講到呢度，佢呢一 part 個重點咧就係第一跟上週嘅穿底股啦，星期五嘅穿底股啦。咁另外咧就係介紹一個比較自動化幫你睇表嘅軟件即係嘅。咁我就將呢一紮代碼就分享出嚟啦。我就會將呢一紮 list 咧就係減少啲你哋自己加上去啦之後加你哋有興趣嘅股上去，咁你哋就可以經常溫下佢咁樣。就算喺呢個 Colab 度 run 都唔需要咩特別安裝啲嘢嘅，係仲喺度讀緊㗎。佢唔係攞料㗎，攞咗料㗎啦。佢不停咁同你讀呢個表，即係如果我不停咁 update 呢個表咧，佢又不停咁有新料報出嚟嘅。1093，我話出到再有出底破底嘅時候，我就 cut 咗呢一條片啦。即係證實佢喺度 run 緊㗎。即係美中不足咧，佢又 run 咗第一行之後穿落嚟，穿底啦，出現啦2269，又穿底啦2618。好啦，今日呢個 part 講到呢度。數學測股第2部分，咁我今日想同大家咧就綜合地喺我呢1-2個禮拜，我係都研究下啲叫做潮流板塊，我就買咗一隻叫做華夏 ETF 機器人 ETF。點解咧？因為易方大嗰隻買唔到，即係我係買唔到嘅，即係我喺呢個交通銀行向我買咧，嗰隻 ETF 就冇，呢隻 ETF 就有，咁佢即係都升得好好啊！即係買咗之後都繼續升，日日都有得升咁樣啦。即係呢個叫做代號係562500係深圳嘅，叫做華夏中證機器人 ETF。咁佢旗下啲股票都做得幾好啊！即係就三花智控咁樣，呢個就冇三花智控啦即係嗰隻綠的諧波咁樣，綠的諧波即係升到5日咁樣5日都升到飛起咁樣，即係呢啲一放完假翻嚟就升啦。呢啲綠的諧波咁啊，仲有啲咧就係喺隻易方達下邊旗下都有買嘅，叫做三花智控咁樣。三花智控有香港有股㗎，三花智控都係5日都係升㗎，即係特別係放完假翻嚟升咗啦。咁琴日就回翻多少咁，但係佢基本上啲機器人股咧，我睇長遠，你淨係睇放完5日翻嚟之後，好多股都升嘅。三花智控喺香港嘅股票咧就係叫做2050，我喺呢度有得睇咧，都2050咁啊，升咗星期嘅升咗6%咁。即係呢啲股係叫做潮流興買呢啲股咁呢啲股都唔即係照證都唔係話算好貴，3年都係冇3年，即係佢又出咗嚟冇幾耐，咁即係好難話用嘅。而家興啊嘛，講下10年投資每月，即係而家興呢啲啊嘛，即係有啲人講呢啲喺抖音嗰度咧，即係有啲網紅鋪出嚟㗎。佢話買呢啲納指、標指、中證呢啲咁嘅 ETF 咧，就係每月投1萬，投足10年，120萬投資，最後隻都有得正回報嘅，咁樣有多有少咁解啦。即係好過你炒股，好多人炒股你揸都冇得剩，或者喺度減值咁樣啦。咁咧，但係呢啲咁嘅先進嘅機械人股咧，就好難用10年啦，好多都係啲新鮮股嚟嘅，即係唔係話有咁耐歷史嘅股票咧。所以我睇咧都係睇下佢1年3年年初至今有咩回報。即係如果之前冇存在嘅咪冇咯，係咪？即係我認為都係咁樣比較好啲。
咁我今日嘅重點咧，即係唔係講單單講機械人，我就想揀幾個即係喺啲專業網站啊，或者股票手機 app 啊咁推送出嚟嘅資料咧，我綜合晒咧，即係我認為有啲 ETF 啊，有啲股票啊，都係可以研究下嘅。半導體唔講啦，半導體中芯中芯知啦，中芯佢年報都係單位數字係嘛，季報單位數字增長咁，但係都俾人哋買高咗啦。中芯先升後回，但係5日係跌嘅咁樣啊，即係呢隻股分時一開局升，追入就唔多好啦嚇。咁啊，你即係半導體唔講啦，好多人都講啦，仲有啲叫有啲叫芯片 ETF， 芯片 ETF 就華夏咁先啦。呢啲 ETF 咧就係冇嗰啲機器人 ETF 升得咁亮麗嘅，咁但係咧即係以2個月嚟講，呢隻股叫做159995，咁啊睇下呢隻有咩消息啦。159995呢隻股都幾好啊，即係呢隻叫做 A 股上市嘅芯片 ETF 華夏咁樣啊，華夏 ETF， 咁佢5年都有翻倍啦，都有回報95，息就對唔住啦，冇得收啦。年初至今都有27%咁，即係呢隻股代號係159995。消費電子 ETF， 消費電子有啲叫做立訊精密啦，即係呢啲係我綜合咗啲專業網站提供嘅資料啊。立訊睇下啦，立訊一隻股啦，一隻 ETF 啦。立訊精密咧就係睇下佢日 K 5日都係普普通通啦，一年就升得幾好啊！呢隻叫啊立訊精密，我寫低佢先啦，咪間寫標題，我真係想寫好啲啲標題，點解嗰啲 AI 會 search 呢個嗰啲 YouTube 嗰啲文字嘅？即係如果我做得好嘅話，嗰啲 AI search 咗我，第日我啲研究會被納入一啲 AI 嘅分析嘅範圍之內。雖然就冇錢俾嘅，但係都叫做好啊。咁呢隻股咧就係有足5年歷史啦，有5年歷史俾你啊！即係最近呢1-2年就得特別好嘅，咁就立訊精密。咁呢個叫做消費電子行業嚟嘅，呢啲係消費電子行業華夏咁啦，又係啊華夏呢隻股就近期都做得幾好嚇，即係以每月計積累都幾好，所以咧就呢隻股呢隻 ETF 都幾好啊，159732啲係國內先有嘅，但係香港冇咁好，即係冇咁好品種啊，冇咁多樣嘅品種俾你選擇。但係而家買 A 股同買港股都差不多噶啦。消費電子，我一陣間就靠呢度寫個標題噶啦，我 check 過呢啲。咁然後有個板塊咧就叫做光通訊，咁長飛光纖唔講啦，嗰啲好即係香港都有啦。咁啊，通訊 ETF 國泰通訊 ETF。即係唔想揀股，要揀 ETF 都幾好。我買咗隻機器人 ETF，暫時都幾好啊。通訊 ETF 國泰，咁呢隻好似近期波動啲，有一個月係全跌嘅，有一個月啊，即係近期呢20-30日就幾好，即係你近期轉好，但係都唔多好啦啊！即係通訊嗰方面，如果你想買個股就留意下隻長飛光纖唔講啦，即係炒得太行啦。光通訊有隻叫做中天科技，中天科技咧就係600522，咁就一年咧就最近就升到上天。咁你自己衡量啦嚇，呢啲股除咗呢個長飛光纖之外咧，呢隻都係一隻好多人關注、好多人炒嘅股嚟嘅。呢個叫中天科技，睇下香港有冇中天科技。中天湖南集團就有，都好麻煩嘅呢啲，即係你要揾個名出嚟都難啊，即係。中天科技都係要睇600522啦，都要香港就冇啦。中天科技我記低呢隻先啦，中天科技咁即係上海股，睇下佢過往嘅表現啦。好多工作量啊呢啲啊，但係我係咁易都買啲啊嘛，係咪？又唔係貴，因為時代轉變嘅時候唔做嘢就會搣收好多啊！哇，勁到你唔信喎呢隻股。中天科技息就冇啦，息都有多少？息都曾經有多少息，近呢1年都冇啦。但係股價回報好好啊，哇，好過匯豐添啊呢隻除咗個股息唔好之外啊，呢個叫中天科技600522屬於光通訊嘅範圍。
其實我唔對住啲筆記，我真係唔識講嘅呢啲股啊！你唔好以為我好叻啊！呢啲科技我唔得噶，即係完全係唔得噶。不過我係睇呢啲數字，我係識計啦。呢啲啊，睇下佢好定唔好，係咪有料到？我就聽啲收音機咧，有時咧，好似唔係講財經，就講科普嘅話，哇，講啲芯片又點點點啊，講咩呢樣嗰樣啊，光通訊又點點點，唔知邊隻股好買嘅喎，我就唔係嘅。你叫我講嗰啲科普，我唔識嘅。但係我知道呢個板塊係多人關注、多人炒嘅，所以就喺呢度揾到啲工具咧，就同大家分享係咁樣嘅。咁喺大陸有隻股叫工業富聯啊嘛，即係好多人關注噶嘛。601138好出名嘅呢隻股啊，即係5年1年係一隻升股，不過咧係喺高位之下、低位之上。咁5年啊升到飛起，即係都係高位之下、低位之上。我明顯係5年好增長嘅。呢隻股叫工業富聯。601138.SS 上海啊，601138呢隻係屬於雲計算嗰個範疇嘅。唔睇下601138好唔好？工業富聯哇，直頭即係好到爆晒燈啦，係咪？5年哇，5年即係跑贏匯豐一倍，好勁，股息都有啊，幾期都有，但係唔高啊，即係叫有升有息㗎。工業富聯啊，未來都會好嘅，我覺得呢啲股啊，即係中國工業嚟講係數一數二嘅，即係呢個工業富聯咁有個雲計算 ETF。如果你唔想揀股咧，你揀下嗰啲雲計算 ETF、雲計算 ETF 華夏咁啫啦。咁呢啲股咧就係唔想揀股啊，即係我唔想買工業富聯，我唔想買走落去人堆嗰度咁樣，好多人炒㗎。咁你睇下雲計算與大數據主題 ETF， 咁啊以月度計算咧就係個個月都大致上有得升嘅。以星期計算咧就係都係好有增長，最近咧呢幾十日都幾好。咁啊睇下有冇516630普通嘅啫喎，516630係上咗冇幾耐嘅啫，呢隻唔好搞呢隻啦。516630睇下仲有冇咩雲計算，而方達多數都冇得賣嘅，咁唔好搞呢啲啦嚇。雲計算就睇翻呢個工業富聯，工業富聯你等佢跌啦，俾啲心機嚇，即係等佢 A 股有一日跌多啲啊，咁樣你就諗下佢啦。好啦，儲存芯片同 AI 芯片啊 ，AI 芯片有隻叫做寒武紀，唔好搞嗰隻啦，嗰隻就炒到七彩嗰隻海光信息啦，即係上海688041，上海信息星期五係跌嘅，睇下一年有冇得升？呢啲隻股即係一年都好勁啊，真係啊！即係5年嚟嗰隻，即係近年明顯好轉咁樣嘅呢隻叫海光信息688041，上海688041，海光信息啊，直頭好勁啊，起碼都400% 回報啊，5年年初至今都有3成，即係唔輸得過俾啲嗰啲標普股啊、七雄股啊，完全即係呢隻叫海光信息，記低佢先，都差唔多咯，即係唔好咁多視野喎。下個禮拜再講第二啲板塊，海光信息，佢同業嘅 ETF 睇下有冇咩機遇。隻隻都貴㗎啦，即係隻隻都升咗㗎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未來1至2年呢一類股就係極之當炒，已經唔係香港嗰啲科指板塊股嗰啲阿里、騰訊嗰啲京東唔係嗰啲㗎啦，而家係我講嗰啲㗎啦。AI 芯片叫做科創半導體 ETF， 哇！啲名好勁啊！科創半導體 ETF 華夏588170，哇！升到飛起喎，真係。近1年升135，成立以來，呢啲係新股嚟嘅，即係華夏上科證 ETF 咁又咁好，即係由2026年3月31號話都幾好啊，即係5年就冇啦。呢隻都應該都唔差喎，呢隻冇升得咁勁先啦，係咪啊？即管測試下佢，呢啲叫做咧創科板塊半導體材料設備主題 ETF 啊，咩即係講到好深嘅。588170係啦，隻一樣，即係上市冇幾耐啦，年初至今34%，一年34%，呢啲反而好賣啊！即係啱啱起步，同埋咧你攞咗啲 number 咧，你去呢度咧，你睇下佢下邊究竟有啲咩股啊？即係你喺呢度睇下，即係中科飛測安集都唔識嘅，係咪？寒武紀啊，工業富聯嗰啲我就經常都聽，經常都有睇下咁樣嘅。但係呢啲咁嘅 ETF 咧，
就講真係唔係識好多啦。不過咧，我就喺今日咧就喺呢度就睇咗咁多隻股，機械人 ETF 都有睇，而方達就冇得賣嘅。機器人 ETF 咧就要買華夏嘅，記住買562-500，而家買都還可以啊，出咗冇幾耐嘅啫呢啲股呢啲 ETF。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先，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星期日。聽日咧就係我係有娛樂嘅，我係去睇賽馬嘅。不過咧，我就同大家講咧，亞洲股市喺度跌，歐洲咧星期五全部都跌嘅，睇唔到有咩特別壞嘅消息啊，只不過係升咗，然後再跌落嚟，咁啊要睇個別股票你自己嘅判斷啦。今日講到呢度先。